人民文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丽君，又见面啦。他是一个至情至纯至真的人，他尊重所有人，他也不背叛他自己。面对一些选择或者对一些事物一些态度的时候，我觉得我也许会跟他一样做出同样的选择。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我去做的，我都是会很在意的。我就是想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就这么一个态度。之前演的宝玉，因为是比较片段式的，它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像一个大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这次的我的大观园是以贾宝玉的视角去回顾在大观园里面几个重要的时刻，所以是比较完整和立体的一个形象。贯穿全场的就是一个情字，亲情、爱情、友情、恩情，他是在这一个情字里面去体现了他一生。他有他自己的坚持，他有他自己的选择，他是一个至情至纯至真的人，他尊重所有人，他也不背叛他自己。我觉得能够找到一些少年的共同感吧，就是面对一些选择或者对一些事物一些态度的时候，我觉得我也许会跟他一样做出同样的选择。哦，又是这个套路。哦，缓解，我用词不准确。这是读西厢，这是跟讲玉菡一起的记少年时，这是跟黛玉一起的弱水三千只需一瓢饮。最轻松的，我感觉整剧没有最轻松的，在体现上面轻不轻松，它其实作为演员来说都没有轻松的。但是如果是在观众角度看上去轻松的，我觉得元妃省亲和这个读西厢这两个比较欢快，比较青春年少。最费劲的，其实我觉得是一场比一场沉重的。吃宝玉的这一场其实挺费劲的，但是后面就是应该怎么说呢，是一场比一场的叠加，那个情绪往前推动，所以都挺费劲的。我觉得是从这里开始故事走向了沉重。因为我们那里面有台词嘛，就很多种台词，你要把那个台词的情绪和他此时此刻的情境就是表现出来。它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心情，那不是说单一的某一个情绪。那对于这个世界的规则的绝望，对于成人世界的无奈，或者对于你至亲的人对于这些规则的妥协，很多种情绪都在里面。而且这种情绪不是说你在某一个台词体现，可能这句体现的某一种，那句体现某一种，你在唱的时候再体现的另外一种层层叠叠的。这场戏我们之前就是跟导演啊、编剧啊，我们所有主创老师沟通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把这场哭灵哭到人的心坎子里。但是在那个演完之后，结果到最后一回，它还是一个很大场面，而且你怎么还有力气？那作为一个演员，这是必须具备的这个能力。身体的状态必须坚持住，还有仗要打，2个字不行，说不完。心情上也是还是拎着。虽然首演演完了，但是第二天还有演出嘛，就是那个劲儿不能松。我觉得我的大观园里面每一个画面，每一句台词，每一句唱腔都是我们付出的心血，它在我心里的重量是一模一样的。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我可能大大小小的事情
只要我去做的，我都是会很在意的。我就是想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就这么一个态度。你让我最喜欢哪一场？哪一场？你猜一下。我猜一下，那你喜欢轻松的还是沉重的？我觉得那场是轻松的。那场轻松，那就是谈恋爱。对。要么读西厢，要么探病，对不对？对是吧？排那个的时候怎么说呢？要演出那种俏皮感，要演出一是有些地方是真的痛，二有些地方是在装痛，就是想博得妹妹的同情啊，或者什么呀，就是那种情侣之间的逗趣的那种，其实那个分寸一开始并没有抓得那么准。那我觉得现在还可以吧，就是如果你喜欢那一场的话，说明你看那边你会觉得你会跟着一起笑，甜的甜的感觉。